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呢個係第一段啦，跟住之後第二段，男仔嘅呢個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呢個係男仔，即係第二段係女仔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係啦，呢個係女仔嘅。之後就跳拉丁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，呢個係拉丁，係啦。4、1，呢個係拍子。2、3、4、1，我跳嘅時候都係跟翻呢個拍子，所以係1開頭先嚟嘅。2，我轉3、4、1。嗱，我睇得俾出俾你睇，係啦，俾出俾你睇啊。4、1，你試下。4、1，係啦。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1，之後前面有隻腳跟翻落後。2，呢個係2，下翻前。3，係啦，原腳就翻前。4、1，跟住2嗰下就難啲咯喎。2、3，我出去再收翻嘅。4、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1，呢度點啫，唔好企落去點嘅，呢度企喺前面嘅。1，轉圈。2、3、4、1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跳男仔先啊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之後女仔。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